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敖，食好食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兜，阮对少年对你对到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乎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有一日咱若老，有心无惊你友好，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换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兜，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乎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你着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麦收听的节目是每礼拜一到每礼拜五暗时5点至6点的节目《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玉翰。今仔日咧厝边隔壁游玩是即个周清玉周委员的时间吼。毋过委员即摆咧处理重要的代志，较等下就会转来到节目当中。嘛请即个咧看关怀电台直播的遮个观众朋友稍等者吼，较等下委员就会转来节目现场。今仔日咧。关怀电台的直播是伫即个 YouTube 即个平台咧做直播吼，分享到即个 Facebook 点管，所以伫 Facebook 的粉丝团点管嘛会使看到关怀即个直播。今仔日咧委员特别邀请到即个社会处的即个科长陈素贞科长来到现场，来甲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即个算是即个做，因为委员看到一个社工的即个新闻啦，想要请社会处的。社会处的人来分享，所以特别邀请到科长来到现场。科长你好，你好，大家好。会使请这个科长甲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科长伫社会处负责的这个业务是啥无？好，谢谢哈。今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电台吼，甲大家熟悉吼。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伫社会处社会工作救助科的科长吼，陈素贞。那我伫社会处有服务将近嘛，已经20档啊啦吼。民国81年开始嘛。你哪会知？我有做功课。对，我嘛是伫周委员的时代入来吼。所以我本来想讲，一开始我嘛要来甲委员来分享讲，我是安怎入来县政府服务的啦吼。嘛，今咱这部分徛伫后壁。我先自我介绍是讲，我伫社会处服务即几档吼。我个刷即个我安那一路走来，我是为社工员开始做吼。然后伫为记者的各类别啦，就是讲有囡仔、有老人的、有社区的、有残障的，吼，有弱势家庭的，吼。所以服务过程当中嘛，做者案件甲故事啦，是，吼，安尼。是。因为约翰以早吼读册时阵有甲读社工系的交往过啦，所以我知影讲社工的分类是毋是分做老人？小朋友，佮有即个家庭暴力这三大区块对。是。伫第一线的是毋是就叫做保护性社工哈？科长。是安尼吼，我甲你讲吼，我感觉讲社工员是甲阮应该是讲甲社会福利有紧密的关系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就是讲社会福利就是为出生到死亡包山包海的所有工作，应该跟社工员都有关。社会福利是为出生到死亡这个中间，拢甲社会工作有关系。对，所以拢爱做就对啦，甲人的服务有关系拢会直接着吼。所以你头先有讲着讲有分啥物类对无？对。吼，所以咱来讲以年龄层吼，年岁，还是讲甲服务的对象来分吼。即摆目前来讲，社会处吼，阮有7个科。7个科，有7个科，吼。比如讲我就是社会救助嘛，是，吼，社会救助就是做第一线的弱势家庭，较善食的，吼，低收入户啊，中的吼，还是既然救助即种的，吼，过来就是有社区的发展，因为咱有诚济福利拢是爱落实伫社区。利用社区去落实这个社会福利，吼，对，过来就是有残障的。身心障碍、残障的吼，残障的部分，搁有头先你讲的囡仔的部分，囡仔甲少年的部分的福利，吼，搁有妇女的，对，妇女的吼，阮即摆妇女就是甲咱的新住民客做伙共一科，甲新住民妇女的共做一科，对，因为新住民即摆嘛真济，吼，过来就是头先你有讲着的家庭甲保护有关系，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有关系，暴力中心、防治中心。伫迄个华山咯。对吼。你头先讲甲家庭有关系对无？伫这几年内底吼，即马阮有咧设，就是讲有咧设家庭护理中心。家庭护理中心嘛，会使甲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啥物是家庭护理中心？就是共款，就是咱就是因为你嘛知影讲，咱即马囡仔生少。少子化，少子化对无？家庭的功能嘛，无像以前遐尼好，功能遮尼健全，无遐尼健全对无？吼，所以咱即摆透过家庭护理中心来补强啦，咱补强吼家庭的功能无遐尼好，咱会使伫家庭中
中心内会提供囡仔，啊，甲家庭的亲子关系活动，甲咱的福利一寡补助，啥物项目，透过即个中心来提供服务啦。是，是。头拄科长有讲到一点，是社会工作是为出生到死亡。对。中啊，其实拢甲社会工作有关系。我就会想着讲，大家拢知影，即马政府可能迄人力吼，有可能较不足，人讲欲缺不补嘛，可能拢编预算请即种临时的约聘雇。我想着讲啊，社会工作安尼包山包海吼，然后你是毋是爱透过即种志工的系统来达成一寡即种政策啊，即种志工的系统，对无？安尼吼。毋过我可能爱做一个说明，就是讲志工甲咱的社工是无共的啦，吼。无共的。嘿，是无共，绝对是无共，因为咱社工是有透过咱的专业的训练，搁透过考试，吼。志工来讲吼，伊就是可能就是个人也有意愿，有服务的迄个热忱啦，吼。伊会做即个工课，吼所以伊做的工课是有限的啦。做这助人的工作是有限的啦，拢是爱由社工老师来领导。对，所以你头先讲到咱社工的人数的问题吼，我是讲要做一个简单说明啦吼。其实为以前甲单来讲吼，因为头先我有讲到80几年开始甲单吼，对，81年。其实早期来讲吼，拢是头先你讲的临时人员。临时人员。临时人员就是合作约人力嘛，吼。以前嘛是会分工各类别，就是讲有社区啦，有囡仔的啦，有残障的，各式各样的服务嘛是有啦，吼。毋过到即马目前为止吼，因为咱的政府嘛是做努力的啦，希望讲会提升咱社工，吼，这工课的伊的专业能力，要提升嘛，吼。所以咱就透过考试，透过编辑啦，就是讲会变在业的，莫讲全部拢是咱临时人员。公职社公司就是。公职社公司公职的啦，吼，在业的部分啦。吼，这几年吼，其实伫100年开始，咱就是拢有极力咧推动一件啦，吼。咱来以咱彰化县来讲啦，好无吼？以彰化县来讲，其实要讲这编制进前，我感觉再简单讲，目前咱的社工的总共是有4种。就是有4种状况，就是第一，在业的社工师，公职的社工师，这是在业的。第二，就是头先你讲的，就是临时人员，对无？对。毋过临时人员有一种，就是敢若迄阵我入来时阵，是咱县政府编的，编的临时人员，家己请的社工员。我是迄阵入来迄个。迄当阵其实无。都专门的预算来请社工，拢是政府家己编预算，请临时人员来做社会工作。对。毋过我是感觉，你讲临时人员，感觉讲，因为伫县政府内底吼，伊的编制是伊的迄个编制是无啥共的啦。你头先讲的临时人员，我有一种叫做临时人员啦。阮这是叫做约聘雇啦。约聘也是约雇安尼。对，我是感觉。社工迄部分就是目前阮即马就是有分约聘，就是我头先讲的，县政府家己请。过来就是讲，伫民国86、87迄阵，咱的家暴有无？家暴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对，上路有无？对。就开始扩大，把它扩大，咱就是聘咱的社工员。就是扩编咱的所有的社工，毋过即种是约聘。可是。约聘这个都是编制内的，就是讲它是可以升等的，可以升级的，那像那临时人员约雇的有无？迄个有的可能是原地踏步，就是无升等。其他也是透过考试来升等的。对，我这里讲，我要分的就是说有社工师，个就是咱的约聘社工，个就是有做计划。就是讲，伊咧推啥物方案的做计划的社工，这个叫做约雇，人雇人员，约雇。这个是讲我做这个方案，做这个计划，才有请社工员。这个计划也是这个方案结束了，伊就是这个工作就结束，咱就继续请。
伊个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啊，对。啊，有一种，嘿，我有4种嘛吼，啊，有一种就是咱委托，咱县政府委托民间落去杀的，委托民间的单位落去落去杀咱的社会福利的政策。吼，啊，这来讲就是讲，伊嘛是有请社工。亲像找家福基金会来执行一寡方案安尼。嘿，啊，这嘛是一般拢嘛是人家叫做凝固。凝固。嘿，伊嘛是方案型。嘿，方案型的咱的社工员安尼。哦，安尼分做4种就对。对。啊，因为有一个疑问就是头拄仔科长有讲到社工员，那我想讲社工师甲社工员伊做的工课有真大的无共吗？有淡薄仔绝对是无共啦，嘛有讲，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所有的社工员，不管社工师啊社工员吼，即摆社会处的编制内底吼有2种吼，我可能先讲者，就是原来在业内底有所有原来吼，社政人员、社政人员，社政人员有2种，一种就是科员，一种是社工师，对吧？好，啊，科员来讲就是做行政。做行政工作，对。然后社工师是在业嘛，公职的对无？伊原则上是爱做第一线的服务，就是爱直接，就是爱直接着民众，还是个案。好，毋过因为咱即摆就是社会处即摆编制内底有愈侪是社工师嘛，啊科员较少，啊毋过。行政的工作嘛，诚济，所以即摆就是咱有安尼分就对啊，就是讲社工师伊会在做行政，因为譬如讲，我下阵讲着讲委托是毋是爱有委托的行政的工作？对，这嘛是爱咱家己社工师来做，这着行政的工作，吼，所以中央嘛有安尼规定啦，吼，原则就是讲，咱的社工师伊若要做行政，啊，要做直接的工作，一半。规定就是讲50%做行政，一半就是做直接的，直接做个案的服务的工作。啊，过来下阵我有讲到另外一种咱的社工员约聘的，有无？还是方案型的，有无？这原则上咱拢希望伊是80%拢做直接的服务。对。啊，所以20%来讲，就是因为咱若讲做方案型的嘛，是爱做行政嘛，对吧？嘛是爱做行政的工作嘛，对，啊，所以社工的部分伊就是会规定讲，上好是80%拢做直接的服务，做第一线的服务，安尼是，对。真多谢即个科长的说明吼，啊，第就是前2天吼，相信听众朋友拢有看到新闻，是即个社工日，啊，有看到新闻咧报道讲，来探讨讲社工即个行业，有真侪人就会常常。甲社工啊，甲技工画上等号，毋过其实是无共的哦。社工伊有伊的专业性，头拄仔科长有说明，爱透过考试啊，甚至讲爱学习讲真侪啥物助人技巧，还是安怎执行方案、做个案，安尼才会技巧，并毋是讲是你有热忱就会使做，是有专业性的一个职业安尼。啊，前2天迄个新闻我嘛有注意到，讲定即个拢是。社工拢牺牲奉献嘛，就是即个都大家拢咧加班，迄个加班的即个是一个常态吼。伫政府机关嘛是安尼吗？科长？好，我来说明者吼。其实社工来讲，就是服务民众嘛，吼。啊，咱即摆头阵你有讲到公家机关内底，是毋是嘛是即个情形吼？对。啊，其实伫公家机关做咱的宪政的工作吼，其实咱讲坦白来讲，嘛是24点钟的工作啦。因为咱是为民服务嘛，吼。啊，尤其伫咱社会处，我下次有讲着吼，从出生甲死亡吼，所有的工作，你若讲较紧急的，吼，还是讲较特殊的，譬如讲有上报纸的，吼，即种的个案若需要马上处理的话，咱就无时间性的问题啊，就是讲你随时若有代志发生，咱就是社工，就是爱出动。即个个案你负责，你就要对。啊，若讲拄好，毋是拄好有社工咧负责的人，就是负责的迄科，还是迄个业务拄好。随派人，随爱派人处理。我比一个例啦吼，因为恁的印象中会感觉讲，做24点钟的服务，敢若拢是保护社工咧做的。保护性社工。啊，我本身是伫
社会救助科嘛，吼，我比一个啦，吼。比如讲，我社会救助内一种是叫做灾害，就是灾害，就是譬如讲火烧，厝发生火烧，吼火灾嘛，吼火灾的时阵若是咱一般咱住宅。家己伫厝内住迄种住宅火灾对无？咱着爱临时讲，譬如讲伊无厝通住，还是讲伊有发生讲受伤，吼，阮马上着是爱出动人，急难救助，爱去关心，爱先去关心了解讲伊即马大诶问题有无？吼，啊个着是爱去甲伊关心，吼，啊甚至讲家属，因为即种代志着是发生足紧急诶嘛。大家拢无希望发生嘛，过程当中嘛是需要社工会当甲伊陪伴，家属嘛当陪伴伊，还是讲爱等家属来，吼，甲受伤的人交互家属安尼，这过程当中拢需要社工会来合作啦。这个时间都无限制啊，对无都无限制啊，所以我会当安尼讲啦，就是讲24点钟吼，阮拢需要服务，阮就是拢爱出勤啦。辛苦诶，真辛苦诶。对。听像前2年吧，我有看到一个新闻是台中诶一个市议员叫做即个段伟宇，伊着批评迄个社工拢是足歹听诶啦，因为因就是台中嘛有发生啥物款诶代志，因着怪讲社工哪会无第一时间去关心，迄个议员伫新闻度甲迄社工嘛甲足歹听，迄当阵着注意着讲伫。是网络啦、新闻啦，拢会感觉真侪社工就出来批评，讲你这市议员哪会安尼讲社工，其实社工是足辛苦的啊，24点钟安尼，是因为讲迄第一时间无到位尔，都互你骂甲安尼，真侪人就感觉足不值的啦。迄议员嘛，因为安尼评价嘛足低的啦，因为迄当阵我有熟悉真侪读社工的即个朋友嘛，有听因咧诉苦，因为咧食头路，伊发现讲其实是。人力真正不足啦，亲像科长拄则讲的，24点钟安尼，哪有可能随时有人就发倒去？有诶，阁是迄种民间的单位，太有可能就甲政府袂比诶，所以做诶人也阁较少，流动率阁较悬。因第一时间要求紧做较够，嘛无可能。就算讲是政府也好，毋过24点钟，亲像因为我有去查过啦，其实有拢是用预算来请。临时约聘雇其实无基本的人数根本就无够，毋过工课就是遐尼济，所以其实讲实际执行起来拢有困难，对无？对。头阵你有讲到市议员啦，吼。对。即个部分我是感觉有影，伊安尼批评是，我会感觉讲阮社工员是做做毋对的啦，吼。毋过即摆就是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真侪人对社工。真正有，就是讲有捌无？就知阮社工到底是咧做啥物工课？吼，就是做容易让人误解讲，甲志工有啥物无共？着迄差别，对无？对。吼，所以过来就是讲，阮社工员伊要介入的时阵，迄个时间点，吼，迄个时间点，因为大家即马知影，就是讲社工，因为你印象中就是感觉讲，就是保护案件，恁的印象就是保护案件，吼，这时阵就看到社工。是毋是需要家囡仔带走，还是讲迄个去互拍的妇女，还是讲去互拍的人，是毋是需要政府出面？就是社工爱甲带走，来甲伊保护之类安尼，吼。我会感觉讲，即摆要做的工作就是讲，社工员要安怎互人感觉讲，即个工作是专业的，有需要的，就是有需要被这个社会有需要讲社工来做即个工作，吼，有肯定的，就是讲。你做的工作是无法度别人代替，这才有法度是将专业肯定嘛，吼这是因为我感觉讲，因为我感觉你应该印象中嘛，感觉讲对慈济志工你有印象无？主席哦，有啊，志工你有印象无？你有感觉讲所有的代志，不管是社会事还是灾害的代志，啥物拢有主席，你有感觉无？吼，你会感觉讲，伊嘛拢伫现场有咧陪伴，有无？这甲咱社工做工课，阮要安怎互敢若凸显讲，社工做工课是甲志工无共，这是未来阮爱努力的所在啦。好，阮要安怎表现出讲社工是专业的，有需要的。这是我感觉讲这部分是
是政府还是社工员一直做阵来努力的啦，吼。啊，头阵你有讲着讲薪水有较低，吼，你讲伫民间可能薪水有较低，这我可能爱说明者，吼。头阵我有讲着吼，有4种，对无？吼，啊，你若民间家己做的工作，伊若假使是讲是政府委托你的方案，吼，政府委托你的方案来讲。不管是政府家己做的、家己请的社工员，甲委托民间的，吼，迄个方案内底社工员，我要先来说明，就是讲薪水是共款的，共款，嘿，是共款的，就是约雇人力，共款的。你知我意思吗？伊是补助共款的有算吼，对，是共款的，是共款的。不过你若头先有讲着是讲家护中心，伊本身因家己，因为伊嘛是。做侪年啊嘛吼，伊嘛真有制度，40-50年啊。嘿，对，啊嘛真有制度，伊个人吼嘛袂比咱政府内底社工员搁较少，袂啦吼。啊，因的助理吼嘛袂讲比咱较低。对，教会体系。对，啊，因的制度来讲，其实因的福利嘛袂歹。吼，因本身家己的福利嘛袂歹，吼，做一段时间嘛会当，互因出国去受训等等吼，有当时因的福利嘛比咱政府搁较好，吼。我是讲爱说明者，毋是讲薪水讲所有感觉讲伫民间咧做薪水拢足低，吼，无讲，因为咱即摆无真知影上加开始起薪啦，吼，33000以上啦，吼。迄是家父啦，家父。无，即摆政府来讲嘛是33000开始起跳，吼。啊，即摆问题就是讲，你的劳保甲健保，啊，家己有家己负担的部分嘛。对吧？啊，所以因为安尼就是讲，甲33000去扣掉，你家己爱负担的，吼，你会甲讲啊，我今仔听着2万外箍，对吧？因为你若讲要去负担，迄差不多一个月嘛是3000外箍，吼，啊，算今仔听无3万，吼，啊，起薪33000对无？吼，啊，伫去年呐，有咱今年开始有调整，有调薪啦，吼，迄阵。二点毋是讲吼3%有啊吼，3%，嘿，对，啊，咱即马是叫做专业工作津贴啦吼，所以中央若有补助的部分，就是增加1000箍，就变34000，对，吼，啊，阮家己请的有无？咱家己请的吼，从我来讲，咱家己请的社工来讲，阮就是变，因为伊的底薪升加的原因吼，所以有调薪增加990箍。其实差一拄啊，其实拢差1000箍啦。对。吼，啊，搁有就是讲，你若有考着证照，考着社工师。毋是要分发迄种的哦。就是讲你有考着证照吼，伊嘛有迄种证照的专业费互你。专业加级2000箍，2000安尼。对，每个月要多2000块。安尼加的嘛是35000、36000安尼。好。所来头拄仔真多谢即个科长的即个介绍吼，所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互电台先进一段广告，才转来到厝边隔壁的节目当中。咱今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好水有信件哦。好，来喽。今天比较多件哦，又上网买东西啊？哈哈，帮我女儿买的啦。喏，这是劳保局寄来的，是说阿豪婶有按时缴纳国保保费吗？有时候会忘了缴1-2期啦。哦，这样不行哦，最好赶快缴。国保有10年补缴期，超过缴款期限10年就不能再补缴，还会影响到未来秦领给付金额哦。哈，那我还是先不要上网买东西，先把迟缴的保费缴清才要紧。积欠较早期国保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应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以保障相关权益。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发。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哎，小珍，怎么啦？愁眉苦脸的。王大哥，我去见习的公司倒闭了，公司还欠我1个月的津贴没给，我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工资垫偿吗？这个恐怕不行哎。依规定劳基法所称的劳工，也就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人，才可以申请垫偿。像是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例如技术生、养成工、见习生、建教合作班的学生，因为不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劳工，是不能申请垫偿的哦。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申请啊？像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事业单位间属于委任关系的人，例如公司董事、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以及还没指定适用劳基法的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医师，都不能申请哦。了解了，我毕业后找工作时要谨慎地选择公司。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老公，今天爸爸状况好很多哦。谢谢老婆，为了老爸还辞掉自己的工作，全心照顾老爸。哎，对了，你现在应该参加国保了吧？正想跟你说，我昨天去医院照顾爸爸时，遇到一个人找我聊天，他说我没有工作，改参加国保就不能继续累积劳保年资。哎，他还说可以帮忙代办劳保，这样我的劳保年资就不会中断，申请劳保老年给付才领得多。哎，那是劳保黄牛，先假好心说要帮你代办，再抽取高额报酬，可别上当了。而且没有工作却挂名在投保单位参加劳保，劳保局查到了，将会取消被保险人资格。不仅劳保年资无法计算，已缴的保险费也不退还。如果有领取保险给付，劳保局还会依法追还，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有工作加劳保，没工作保国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小妹呀，你是在看什么？爸，我在看彰化县政府长照服务2项全国首创工作的说明。什么是全国首创的服务啊？第一，辅具得来速，缩短简化申请辅具补助款的繁琐手续，购买辅具最快速。第二，药师到府服务，是由专业药师到家中亲自指导老人家用药。哇，县政府真的很贴心呢。县府用心，我们放心。长照新服务，彰化有一套。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香香香，二零柳丁伊滚滚，大城西瓜红红红，下酒巴拉切切切，田尾花蕊水当当，福兴牛奶香讲讲，粉圆米粉 QQQ， 鼻头皮啊肥滋滋，乌金鹅啊青青青，煞西海产活跳跳，新港有名是蒜头。山风雨人心细，男女老幼乐安全，百姓
真打拼，企业成功占头名。下啊尾啊脚踏车，世界第一上是行。本土语言自由化，祖先文化咱来看。思路共商，照共心，无依无存，咱接近。牵手向前行，国际发光。好名声，咱中华，食好食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阮的一生献乎恁家。
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欢迎倒来到厝边隔壁的节目当中。真歹势哦，今仔日因为周委员真正较无闲哦，所以今仔日节目是由玉汉来主持今仔日厝边隔壁的节目。头拄仔伫顶半段听到即个科长甲咱探讨、甲咱分析讲即个社工啊，到底咧创啥？啊，政府机关、社会处咧负责啥物款的业务？啊，伫遮玉汉阁想要请教科长吼，就是社工有分做金辅组，啊，阁有即个保护组安尼吗？是安尼讲啊？是。啊无我简单说明者吼，就是因为大家印象中就是保护社工，就是印象就是做家暴嘛，家暴的吼，会厝内的代志嘛吼。啊，咱即摆就是阁有一部分就是我讲较白就是甲社会救助，吼生活补助案件，吼即种案件就是咱社工来做。来协助就是工课就是叫做金辅社工，对，经济辅导，对。比如讲，既然救助嘛是嘛，好对。我搁比一个例好啊，最近应该毋是最近，伫去年吧，是毋是有一个杀童案嘛？新北市新北市，你有印象？甲迄个女童诶，就是你讲诶，就是就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甲迄个小朋友的头，对，啊，咱就会发觉讲，是毋是咱社会治安出问题？对，吼对无吼，啊，所以咱即马政府就是已经有着针对即个对即个问题，有要推动一个叫做社会安全网，就是社会安全网，对，有吼，啊，即个。安全网内底就是有含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甲保护伊家庭有关系，家暴吼，即部分继续，咱嘛是要继续推动，对无？啊，佮会针对就是头先讲到，就是即个精神方面的吼，甲囡仔即个部分吼，即就是甲社会救助、甲咱的治安的问题，即个部分咱嘛是会做阵来做啦，吼，就是甲咱社会救助有关系，因为咱后来有发觉讲，精神方面有问题，即种家庭吼，敢若伫咱台湾嘛诚济啦，吼有诚济，毋是讲所有人拢有住病院，也是住伫机构内底啦。无去治疗的。对，还是讲治疗啊，袂使住伤久，就等于讲伊嘛是爱个转来，互伊回归，互伊转来社区，转来厝诶。啊，毋过厝内感觉讲照顾即个人嘛是有压力。还是感觉讲求救无门啊，就是讲，敢若照顾久来嘛是会出问题。有诶，伫庄脚就甲绑起来。对，啊，就是透过咱即个安全网吼，会当希望讲，除了讲即种诶家庭，咱嘛会甲注意着，吼，啊，过来就是讲，较善家诶部分，吼，比如弱势诶家庭，因为无咱顶解件毋是讲因兜善家啦，吼，我是咧讲，即个安全网内底，咱希望讲，咱嘛有去注意着即个。较善家家庭内底，因为真济出问题，吼内底家庭，敢若经济嘛真济拢有出问题啦。而且状况会愈来愈歹。对。所以金辅组就是爱辅导即种家庭，互因阁徛起来。对，嘿，对。金辅组安尼。定有人感觉讲，社工就是出代志的时阵，第一时间爱去甲帮助，可能急难救助安尼，无想着讲后壁。要安怎帮助即个家庭伫社会会使阁继续徛起，继续正常的行落去，所以就是有金辅组的功能，就是伫遮。对，我简单介绍讲吼，因为大家对保迄地口拢淡薄有了解吼，我是讲金辅组即部分吼，头阵你有讲着，咱主持人有讲着讲，既然救助对无？吼，其实咱来讲。为第一线，为公所全理长、林长遐有通报讲有一个需要帮衬的个案，还是家庭，吼，咱的社工员队实际会去做家访嘛，吼，了解因兜的经济方有啥物问题嘛，吼。那咱即马若针对政府即部分吼，咱就比如讲有低收入户，有急难救助，吼，啊嘛有针对讲。单亲家庭的补助，啊嘛有针对讲
老大人较善食的补助，啊嘛有针对残障的补助，吼啊，佫有足侪诶措施啊，拢会使来帮助咱需要用的家庭啦。这就是咱社工爱去连接遮的资源，媒合资源，对，爱需要来甲结合安尼啦，对。啊，所以你头先有讲着讲，后壁继续爱佫甲帮助落去吼。啊，佫有一种吼较特殊，就是因为我从私底下有甲咱主持有咧开讲，咧讲，人印象你会感觉讲，社工话咧做第一线服务有危险无？有危险性有无？就感觉讲，暴力家庭内底会共拍的人，咱的社工的企业一定是有危险，对无？对。啊，你若经济有问题的家庭，咱去因兜家访问，你感觉有危险无？有。嘛是有风险啊，因为咱毋知因兜家境迄个人的状况啊，对无？吼，所以我比者来讲，进前伫北管区有一个残障的个案嘛，吼，一直拢无领着生活补助费嘛，吼，啊情绪就较歹嘛，啊，就直接就来县政府啊，吼，市政府遮，就要直接找社工员来理论嘛，吼，啊，来知影讲吼，身躯顶就炸刀啊是炸啥，啊，就直接来攻击咱的社工员。啊，就社工人就受伤啊！所以咱做第一线，不管是讲去外口做家庭访问，吼，还是讲有当时伫咱家己办公室内底，嘛是可能嘛有风险呐，吼。啊，就是针对咱第一线社工员，不管是伫内底，还是伫咱家己办公室，为着要保障咱社工人咧做服务的当中对安全的问题，咱嘛有做一寡措施啊，吼。譬如讲软硬体措施，讲咱伫硬体设备内底吼，比如讲，伊一日啊，咱嘛是有录影，吼录音，吼过程当中嘛，吼，假使讲伊若有做啥物违法的工作，到时咱若要起诉的时阵，咱才有证据嘛，对，吼。啊，过来就是讲，伫咧服务当中，咱随时就是有一个紧急按钮，吼，直接会使直达伫警察局，嘿，啊，警察就会使马上来咱服务的所在，吼，快当我都来协助安尼，吼。啊，过来就是有做训练，教社工员讲要安怎保护家己，吼，伫咧服务过程当中嘛是爱懂得保护自己啊，吼。有当时讲无一定是暴力啦，吼，我咱讲白就是讲，因为即个个案的状况，咱嘛无讲做了解。譬如讲，伊是毋是我嘛讲较白讲，因为咱嘛是人嘛，吼，就是讲在服务过程当中，咱嘛毋知讲伊的身体健康状况安怎。对，吼，啊，是毋是咱伫咧甲伊互动当中，无意中来去传染着啥物物件嘛是有可能。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会先了解讲伊是毋是有啥物传染病啥物，咱嘛是爱要安怎保护家己。比如讲，你甲伊对话的时阵，莫直接面对面。有当时也是平行安尼甲伊讲。吼，有当时我是讲，阮的即种训练啦，教咱的社工讲，爱捌咧讲家己保护自己啊。吼，啊，讲一个较轻松的啦，吼，讲咱社工啦，当时去庄卡要访问时，当时嘛去互教育呢，去做访视的。对，也会被狗追啦，吼，也是会被狗追。我觉得这真的实在是，所以阮当时讲吼，会希望讲社工啦，若要去做访问时阵，两个啦，两个，无就是讲你爱甲传理长、领长，还是甲咱公所的传理干事，咱来做阵去嘛是会使。吼，这是安全，较袂讲吼，避免讲迄个风险啦。甚至讲是做家庭暴力迄种的，我希望讲，佫就是即种精神疾病的迄种方式吼。我希望讲，这也在入法啦。希望讲要有警政单位协同做伙陪即个社工员去做访视。我真侪案例拢是向社工向攻击的。是，对，因为头先你有讲到这吼。原则上啦，吼，咱若有需要的时阵，咱的派出所、辖区的派出所，他们配合度嘛是真悬啦，嘛真愿意啦，吼。我比一个啦，因为我社会救助即块，我嘛有针对咱伫街头的游民啦，吼，伊嘛是真特殊的个案嘛，伊的状况咱嘛无了解嘛，对无？啊，若有人通报，咱嘛是爱去甲看，吼，伊感觉讲伫露宿街头足可怜的，吼，啊，惊伊寒，惊伊热着，惊伊无通食，吼，啊，咱若要去遐访问时阵，有当时我嘛是爱叫伊找咱社区的警员，甲咱做阵去，配合都拢诚好啦，配合都拢诚好安尼。好，今仔日真多谢咱即个陈素贞科长的即个介绍，互听众朋友
对即个社工，至少知影讲社工甲技工的无共吧？听众朋友，真正听即个科长安尼分享，社工是有伊的专业性的哦。希望讲伫社会上，大家对伊的专业知识，对伊的社会地位愈来愈知影，互伊的地位提升愈来愈悬安尼。今日真多谢科长来到厝边隔壁的节目当中，请各位听众朋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阁继续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哦，谢谢，谢谢。对，未来会看。